书帖记第3章，哈曼计谋消灭犹太人。这代志以后，亚哈随鲁王提拔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，予伊的官位比所有的人神较悬。所有伫王宫执行任务的官员，拢照王的命令，甲哈曼跪拜。毋过末底改毋跪毋拜。伫王宫执行任务的官员问末底改讲：“你是安怎无要服从王的命令？”因逐日甲伊考劝，伊拢毋听，因为伊捌甲因讲伊是犹太人，所以无要甲哈曼跪拜。因就甲哈曼讲，要看末底改会当坚持偌久。哈曼看到末底改毋对伊跪拜，就满腹受气。因已经甲哈曼讲末底改是犹太人，哈曼想讲干焦害末底改一个人无够额，就计谋要消灭亚哈随鲁王全国的犹太人，就是末底改的同胞。亚哈随鲁王第12年正月，就是尼散月，哈曼命令人抽普拟，就是抽签，决定要害犹太人的日期，抽到12月，就是阿达月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讲：“伫你统治的王国有一个民族分散伫达省人民的中间徛起，因的律例甲其他民族无共款，嘛无遵守王的法令，所以若永远因对王无利益。王若看做妥当，请下令甲因消灭。我愿意捐银34万公斤，交予负责财政的人收入王的府库。”王就拨伊的手指予犹太人的对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。王甲哈曼讲：“这个银赐予你，迄个民族嘛交予你，照你的意思搬印。”正月13，王的书记奉命，照哈曼的指示，用达省的文字、达民族的语言，行文予王的人臣、达省的省长甲达族的领袖。这个诏书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，嵌王的手指印颁布。送文书的将诏书送到全国达省，命令将犹太人对少年到老、婴仔、妇人人，伫12月，就是阿达月13日，一日内甲因杀死，完全消灭，佮抢因的财产。诏书的草本送予达省，对全国人民宣布，予因准备听候迄日。送文书的照王的命令，真紧就出发。诏书伫苏珊城公布，全城拢起混乱。迄时，王甲哈曼坐伫啉酒。